再来看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众议员迪马里和贝拉率团来台湾访问，早起嘛甲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见面，伊嘛向赖清德表达美国国会跨党派小挺台湾的态度。赖清德嘛强调，台湾会维持现状，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大选了后，美国头一个国会议员团来访问台湾，由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迪马里甲民主党的贝拉，25早起先拜会正副总统的当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表达对台湾选举结果的祝贺，也有强调美国坚定挺台湾的立场。And among the main messages that we are bringing here today, and again this is very simple, that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aiwan is firm, it's real, and it is 100% bipartisan. Mr. President-elect, in your words, you talked about the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we're here to repres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美国议员表达国会下党派支持，赖清德在致辞的时阵表示，台湾人民用选票证明，在民主甲威权的之间，是选择徛在民主这边。今年拄好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除了深化台美的关系，嘛保证未来会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未来，我和萧美琴副总统当选人将在蔡总统所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团结台湾人民，强化社会韧性，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和美国能够持续给予台湾强力支持。因也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马马多，嘛带领11个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来访问台湾，除了表达祝贺，嘛希望所有来台湾甲立陶宛会当持续推动互利互惠友好的关系，强化各方面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